好来，继续来看，屏东有网友打出一张的相片，看起来亲像柑仔店的所在，人是钱甲塌甜。大家大包细包的四手啊，烧济搬，烧济摕，卖输是免钱的共款。讲这间店，屏东的在地人过年前一定会来买糖仔饼，真俗，无怪钱甲规斤拢是人。 小小柜台头家娘收钱，收到手强要救金，后面阁有真侪人，手拢摕大包小包的糖仔饼，敢讲是啥物抢买得袂会？过年啊，过年哦。系啊，啊无迄孙仔拢会转来这个买几粒嘛。迄680啦。安尼哦，一大袋哦。对哦，足俗的啦。 内行的在地拢知影，屏东若要办年会，需要偌济四手啊，拢会来这间看起来真普通的糖仔店。内面有几万种糖福景，大部分拢是为细汉食到大汉的古早味的四手啊。尤其要过年啊，这逐工都有人在来办年会。上界厉害是头家娘，物件偌济钱，一看就知影。你这120一个。 你家7啦？每个产品价钱都记得。叫我们做别的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目睭一看就知影爱收偌济钱，若无安尼真正无得应付。来这办年会的人是有够济，屏东人嘛讲，想要体验过年气氛，就来遮享受一年一摆买糖仔的闹热。